講下一連3日、一連4節就住施政報告嘅致謝議案。咁同大家科普下咩係致謝議案啊？就係每年嘅約定俗成，喺行政長官發布咧有關施政報告啦。咁喺唔少於14日之後咧，就會舉行立法會會議，內務委員會主席咧就會動議致謝議案，致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嘅。咁喺辯論致謝議案期間呢，我哋議員就可以就施政報告表達意見，而官員亦都會作出回應嘅。咁會分4個環節進行，每個環節咧都涵蓋一組政策範疇，包括咧就係強化治理體系、加快北都發展、航運、航空、法律以及醫療、教育、勞工同埋福利。咁我哋咧每一個環節發言之後咧，就會由相關嘅官員回應。咁有同事咧就會策略性地一次過喺第一節咧就講晒15分鐘。而我一般咧就會按翻嗰個環節咧去發言嘅。嗱，呢個咧就係上年啦，而呢個咧就係大前年致謝議案嘅總括發言。咁我一般咧都會喺3日嘅發言啦，經過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匯集成一條片，放喺陳榮欣日常 Joey Daily 嗰度，再同大家匯報嘅。不過咧今年咧就想同大家第一時間報告緊貼一啲，咁所以咧就同大家咧率先即時匯報一下咧今日我喺議會嘅發言片段。多謝主席，本人發言咧係支持致謝議案。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咧體現出深化改革、心繫民生嘅決心，尤其係咧提出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為咗推進完善地區治理藍圖咧，亦都向前邁進咗一大步嘅，係一項咧極具前瞻性嘅重要舉措。我期望咧唔單止係見證 AI 優化政府內部嘅流程，更加係想實現公共事務咧解決效能實質嘅提升。值得注意嘅係咧，行政長官嘅發言咧都特別提到1823熱線，將佢咧列入為關鍵嘅變革領域，彰顯咗特區政府咧運用人工智能啦去改善市民嘅福祉嘅決心，標誌住政府嘅治理模式咧由以往傳統嘅行政方式戰略性咁樣轉為數據驅動、智能感知同埋主動咧係作為嘅。1823嘅熱線咧，其實本身咧都經歷咗咧一個好漫長嘅發展，不斷咁樣咧去進化。自2001年成立以嚟咧，佢嘅數字其實咧都講出咗咧1823熱線嘅初心。1823嘅1咧就代表一個電話號碼，8咧就係代表8進政府部門嘅資訊，2咧就係指24小時，3咧就係3種嘅語言支援。起初咧只係處理5個部門嘅查詢，經歷2009年呢先至擴至到所有嘅政策局。2011年呢就推出網上服務，2024年呢就實現全自動機械人服務。1823咧始終咧都因為環境嘅變遷啦，同埋市民日益增長嘅期望咧而改變。喺新時代嘅治理格局下咧，1823嘅角色都必須要超越被動地接聽查詢嘅功能，唔單止咧要俾市民更加便捷咁樣獲取資訊，更係要全面咁樣主動咁樣去幫市民咧解決問題，簡化行政流程，尤其係咧要減少市民辦事跑斷腿嘅困擾。呢份變革嘅靈感咧，其實主要都係嚟自成功嘅實踐，特別係咧北京12345嘅熱線改革。喺上年呢，我有幸獲邀請啦去北京參加2024北京接數職辦嘅論壇，見識到咧我哋嘅首都以民為本，以楓橋經驗強化地區治理，運用人工智能改善民生。2019年呢啟動嘅接數職辦模式咧，可以話係開創先河咁樣運用到 AI 同埋大數據去重塑城市治理。其中最具創新性嘅每月一提機制啦，可以標誌住啦首都唔再被動咁樣去處理單一嘅投訴，而係透過大數據去分析同埋鎖定呢一啲高頻共性嘅問題。無論係某一個區域路燈故障啦，定還是咧係反覆出現嘅衛生黑點或者係爆水管嘅問題，咁樣都令到咧政府咧由被動回應轉向主動治理。呢啲問題喺惡化前咧，可以更加精準咁樣調配資源去解決問題。呢一種模式咧，唔單止提升咗行政效能，亦都為全球智慧城市管理貢獻咗寶貴嘅智慧。而我亦都將呢啲啟示帶翻嚟香港。喺今年嘅6月，我喺立法會都提出咗口頭質詢，敦促政府咧要加強應用 AI 提升1823熱線效能，去強化地區治理，增進市民嘅幸福感。
其後咧，我同我嘅團隊咧都有約見到創科局數字政策專員黃志光，咁啊遞交咗咧具體可行嘅建議，咁啊可以咧歸納為3點嘅。第一就係咧，我哋香港應該借鑑北京經驗，透過 AI 技術咧將1823由投訴記錄系統咧升級為政府動態咁去診斷問題、解決問題，去做一個城市嘅治理。第二咧就係強化地區治理導向，唔止係提升政策同埋政府嘅效率，我哋更加咧係要建立咧暢通嘅協作機制，確保1823中央數據嘅洞悉功能啦，能夠咧可以主動咁樣對接翻地區嘅辦事處，實現咧快速應對。第三咧就係提出務實嘅分階段實施策略，我哋咧可以先推行地區難題試點，即係咧由內地嘅每月一題啦，改為啦每區一題。我哋咧可以試行呢一個模式，透過鎖定區域性高頻率嘅投訴，然後咧推動精準嘅治理，將問題咧解決於萌芽，喺風險咧惡化前咧可以有助咧係化解，令到市民喺日常生活當中咧可以切身咁樣感受到改善，直接提升幸福感同埋滿意度。今次嘅舉措咧都標誌住我哋香港由傳統嘅方式咧可以轉為人工智能、大數據同埋主動治理嘅模式。喺愛國者治港嘅原則之下，我哋香港咧就邁向新時代。我哋提出咗一系列嘅具體倡議，咁啊好高興見到施政報告啦，都委任咗我哋政務司副司長擔任 AI 效能提升組嘅組長。咁我知道副司長都聽緊我哋嘅意見㗎啦。咁我都建議啦，即係除咗係考慮到呢一啲我哋講人工智能相關業界嘅專家啦，都應該咧要聆聽一下熟悉地區工作嘅人士嘅意見，諮詢區議會啦、3會啦，同埋我哋一啲居民組織嘅意見，去建立一個健全嘅區域協作機制，更好咁樣掌握民情。同時咧，就考慮到咧每區一題嘅機制，主動識別市民關注嘅議題。咁啊，希望咧可以防範於未然嘅。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係提升地區治理效能嘅重要工具。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咧，並唔係終點，而係關鍵嘅起點。市民對特區政府都寄予厚望，對 AI 效能提升組咧都寄予厚望，令到熱線系統咧唔再係一個局限於記錄市民投訴嘅電子工具。真正成功嘅 AI 驅動型熱線咧，應該可以做到當市民提出投訴嘅時候，系統已經進入預測嘅循環，阻止之後咧一啲重複反映問題。呢個亦都預示住咧，我哋未來嘅治理能夠更加具前瞻性、個性化、有效能咁樣去解決問題。我哋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咧，唔單止有機會吸納首都成功嘅經驗，更加可以自身成為全球各地城市治理嘅典範，説好香港故事，省靚我哋香港招牌。主席，就住其他市民關心嘅民生議題咧，我會再喺相應嘅環節發言。喺呢個環節咧，每人謹此陳辭。1823嘅改革同埋 AI 應用咧，都令我好有滿足感。確實咧，喺上年我去北京係學習，係抱住學習嘅心態去學習北京經驗。而而家咧，如果經歷咗我哋政策嘅推動啦，再有呢一類嘅國際論壇嘅話咧，咁我可以好引以為傲咁樣去到呢啲論壇分享我哋香港經驗。但願我哋一齊努力。睇完呢條片，如果鍾意嘅話，記得要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埋我陳詠欣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 See First 隔離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㗎喇。我哋下一條片再見。